喂，我哋嚟傾下一個幾正嘅 idea。其實你成個人生就係裝喺一杯咖啡入面。你有冇諗過，每日朝早嗰杯咖啡真係純粹係習慣咁簡單，定係其實佢係一個俾你停一停，諗一諗自己嘅 moment？呢場慢煮之旅嘅第一步就係將你嘅人生當成一杯手沖咖啡。首先由玩你自己張生命地圖開始。你看下，你嘅人生就好似一條路咁，有高位，有深淵，又有轉彎位，呢啲全部都係你故事嘅一部分嚟㗎。咁呢啲嘢同手沖咖啡有乜關係？你會發現呢兩件事其實係撞晒板咁似。手沖咖啡有4個 step 啊嘛，每一個動作其實都對應住我哋生命入面每一個有意識嘅選擇。好啦，再嚟我哋講下啲豆，一粒咖啡豆嘅個性係點嚟㗎？就係因為產地決定咗佢嘅風味，而你嘅出身背景，你個 origin 原點，一樣塑造咗今日嘅你。跟住落嚟就係烘焙啦，呢啲就係你人生經歷過嘅磨練，整出你唔同嘅性格同樣貌。所以呢，我哋可以用好似 MBTI 咁樣嘅架生，去了解下自己到底係屬於邊種風味嘅人。OK， 了解完自己之後，重點係點樣將你自己同人生嘅召命連埋一齊。喺呢度，咖啡師就代表咗你一世嘅職業，嗰種帶住使命感嘅熱情。所謂嘅召命，唔係一份工咁簡單，而係上帝要你發揮天賦嘅一種人生呼喚。最後，我哋睇下人際關係呢樣嘢，就有啲似咖啡點樣配餐點 pairing。你看下，咖啡風味嘅配搭，就好似我哋處理人際關係咁，係好需要智慧嘅。就算係沖咖啡嘅方法，都可以用唔同嘅互動模式嚟做比喻，係咪幾有意思先？咁喺你嘅人際關係入面，嗰個最好嘅 sweet spot 甜蜜點，到底喺邊度呢？所以話，由一粒豆到一杯咖啡，成個過程其實就係學識點樣客觀、平衡咁去睇你自己。